继续来看中华线西乡有渔民大丰收，伫鹿港的外海掠到2000多尾花鱼的乌鱼。为着要来迎接到新年，规期是来大放送。只要名内底有红，或者是有蛇的这2字，就免费送1斤的乌鱼标，价值600块。啊，若是名内底无这2字的，嘛无要紧，只要伫现场来登卡，马上一尾乌鱼。讲捌的这个好康的，甲在地乡亲来分享。跑海的这连中，大尾搁肥乌鱼，为强要比大人的手骨搁较粗，规大船的乌鱼，这拢是伫外海掠到的。即马鱼友拍算要将这乌鱼拨一部分送予在地乡亲。拍照打卡就送1尾乌鱼。现台现破将乌鱼标取出来，因为名只要有红还是蛇，钓一日就好，就使免费得到1斤的乌鱼标，价值600块。上这个乌标，嘿，好诶。啊，拄啊，毋是，这是要响应这个蛇呢。透早到乡亲摕身份证来，要换免费乌鱼标，真欢喜。我今日听这个消息咯，欢喜甲困去，透早吼赶紧来买乌鱼甲乌鱼标。即马要改名也袂话吼，啊，赶紧来开市来买上新鲜的鱼啊！要乡亲讲是要改名，也过真正袂赴啊，是讲名无共款嘛，无要紧。伫现场消费顿卡就会送价值100块的细尾乌鱼。因为我要回馈我们的消费者，感谢我们消费者对我们的支持，对我们野生物语的支持。今年来业者掠超过1万尾乌鱼，伫年底时又搁大丰收，好业者加差不多将近50万块的年底奖金，所以讲趁新年时送乌鱼，要乡亲买了欢喜，嘛食着欢喜。